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彰化地区，民众交通违规是愈来愈严重。今年1月、2月，此地件数高达24000外件，比去年同期是加出着2倍半。啊，上界含的是，在伫彰化复兴乡的迄支测速翕相的，才采用半年，就翕到超速甲闯红灯3000外件，排上趁钱排行榜的第7名。 小客车加大起步，后面的冲红灯翕相马上咔嚓咔嚓翕相此地。驾驶人若是车速上紧，路口测速翕相，无分日时也是暗时，照常甲违规车辆翕到1000零错。伫彰化县复兴乡的这支固定翕相间，去年7月才大启用，到即嘛才半冬，竟然此地超速甲冲红灯3162件，进入趁钱排行榜第7名。甲交代叫我爱注意啦，啊我嘛无甲注意啦。压到线就拍了哦。对。看这一大摊的罚单，彰化县警方今年1月、2月此地件数有24113件，比去年同期咧增加2倍半，其中佫以冲红灯上多。彰化地区交通违规愈来愈严重，警方加强此地。有60支的一个固定杆的设置位置，另外在这个我们总共有32支的一个测速的机器。 目前彰化有几支测速翕相是南北转向的，但是警方无透露到底是倒几支，主要也是希望驾驶人按照速限开车，唔通冲红灯，以免发生事故害人害己。